中學文憑試考生超過7萬人，唔少學生為自己嘅升學就業感到疑惑，為應付考試感到沉重嘅壓力。如果成績未如理想，你會如何選擇？喂，唔使咁灰，其實仲有好多出路㗎。學友社提供升學輔導超過30年，為學生及家長提供服務。學友社有咩可以同佢傾？學生及家長可以透過電話熱線、網上及會談諮詢等渠道，取得各類升學、就業資訊、情緒及意向輔導。同時亦提供不同刊物於考生參考，如出路指南、中六升學指南及內地升學指南。如果對升學或就業感到疑惑，歡迎打電話同我哋傾訴，電話號碼係2503-3399。